第12篇，一支喙斗双的子。古早做囡仔的时阵，差不多是1960的年代，日常生活中并无有什么娱乐，日时大人上班做工课，囡仔人去学校上课读册，暗时规口罩拢转来，厝内无电视，家也无百货公司通说，嘛毋甘开钱去戏院看电影，规暝会通讲是真无聊。大人厝内款款的，囡仔功课写写的，早早就去枕头山歇困咯。普通家庭平常时若想要过了较趣味咧，大概拢爱等到过年过节，还是庙里做醮迎神，死到规个钟头，无分日时暝时，四季拢闹热滚滚。庙埕戏边台搭甲满满是布袋戏、歌戏，毋是咧比表演内容有精彩无？颠倒拼看啥人的放送头较大声，台顶演甲变变叫，台骹嘛喊甲大细声，一个斟酌甲看，并不是观众咧欢喜，是另外有寡生理人趁机会来斗闹热。这种摆路边摊的，无一定是暗时才有。一般若拄着闹热时，为透早到暗，拢嘛摆规工，只是普遍拢甲号做夜市啊。其中什么款生理拢有，日常生活所需要，这清用物件是百款。伫逐款买卖中间，上爱吸引人群的，大概就是拍拳头卖膏药。一个拳头师傅加一位水姑娘牵一只高山就会通话卖规暝拢袂冷场。维持4块练长的观众是比戏棚骹搁较济。查甫人是要看小姐，高囡仔是要看高山表演。查甫人是来顾囡仔兼监视因翁。拳头师傅功夫虽然袂歹，总是口才搁较溜达，真是一支喙斗双的子。紧来紧看，慢来减看一半，有买多谢，无买感谢。拳头师傅一支喙好锐锐，规场讲甲喙角转泡。迄只高山搁也未表演。囡仔毋甘走，是要看高山查甫人毋甘走，甲买一项，搁趁机会摸一个小姐的手，伊嘛瘾。就安尼，拳头师傅看生理卖甲差不多才叫姑娘牵迄只高山凊彩拍两个练斗表演准拄少。这就亲像古早人咧讲变猴人，表面上是咧人迄只猴，其实是甲人客当作猴咧人。上界侥幸的是药买转去，发现一丝功效拢无，才觉悟家己是迄只戆猴。一支喙斗双的子，原底是形容一个人口才足好。普通人是有喙讲甲无烂，嘛表达袂清楚，总是也有一寡人，只要用3-2句话，简单就甲代志牵扰，口才一流，若搁会晓鼓励人，嘛会通讲做一项功德，总是伫现今的社会所看到的，无论生理人还是政治人物。大部分拢毋是安尼，随望一支喙斗双的子，有法度将乌讲甲白，互你听甲信。当事后知影去防好去，
才要来后悔就袂赴咯。会通画乌擦白、使龙讲大话，拢是表示喙齿的厉害。亲像圣经所记载，喙齿是细的器官，还佫会讲大话。学习控制咱家己的喙齿，是一项足无简单的功课。凊彩讲一句话，要伤害别人是真容易，所以保罗才会鼓励人，就讲造就人的好话，互听到的人得到利益。第12篇，一支喙斗双的子。古早做囡仔的时阵，差不多是1960的年代，日常生活中并无有什么娱乐。日时，大人上班做工课，囡仔人去学校上课读册。暗时，规口罩拢转来，厝内无电视，家啊无百货公司通说，嘛毋甘开钱去戏院看电影，规暝会通讲是真无聊。大人厝内款款的，囡仔功课写写的，早早就去枕头山休困咯。普通家庭平常时啊，若想要过了较趣味咧，大概拢爱等到过年过节，还是庙里做醮迎神，死到规个钟头，无分日时暝时，四季拢闹热滚滚。庙埕戏边台啊搭甲满满是，布袋戏、歌戏，毋是咧比表演内容有精彩无？颠倒拼看啥人的放送头较大声。台下顶演甲变变叫，台下骹嘛喊甲大细声，一个斟酌甲看，并不是观众咧欢休，是另外有寡生理人趁机会来斗闹热。这种摆路边摊的，无一定是暗时才有，一般若拄着闹热时，为透早到暗，拢嘛摆规工。只是普遍拢甲合做夜市啊，其中什么款生理拢有，日常生活所需要，食清用物件是百款，伫逐款买卖中间，上爱吸引人群的，大概就是拍拳头卖膏药。一个拳头师傅，加一位水姑娘啊，牵一只高山啊。就会通话卖规暝拢袂冷场，维持4块练长的观众是比戏棚骹搁较济。查甫人是要看小姐，高囡仔是要看高山仔表演，查甫人是来顾囡仔兼监视因翁。拳头师傅功夫虽然袂歹，总是口才搁较拗倒，真是一支喙斗双的子，紧来紧看，慢来减看一半。有买多谢，无买感谢。拳头师傅一支喙好锐锐，规场讲甲喙角转转泡。迄只高山啊，搁也未表演。囡仔毋甘走，是要看高山啊。查甫人毋甘走，甲买一项。佮趁机会摸一个小姐的手，伊嘛瘾。就安尼，拳头师傅看生理卖甲差不多啊，才叫姑娘啊牵迄只高山啊，凊彩拍两个练斗表演准拄少。这就亲像古早人咧讲变猴人，表面上是咧让迄只猴。
其实是甲人客当作狗咧人。上界侥幸的是药仔买转去，发现一丝仔功效拢无，才觉悟家己是迄只戇狗。一支喙斗上的指，原底是形容一个人口才足好。普通人是有喙讲甲无烂，嘛表达袂清楚。总是也有一寡人，只要用三两句话，简单就甲代志牵扰。口才一流，若阁会晓鼓励人，嘛会通讲做一项功德。总是伫现今的社会所看到的，无论生理人还是政治人物，大部分拢毋是安尼。随望一支喙斗上的指，有法度将乌讲甲白，互你听甲信。当事后知影气防好气，才要来后悔就袂赴咯。会通画乌擦白，使弄讲大话，拢是表示喙齿的厉害。亲像圣经所记载，喙齿是细的器官，还佫会讲大话。学习控制咱家己的喙齿，是一项足无简单的功课。凊彩讲一句话，要伤害别人是真容易，所以保罗才会鼓励人，就讲造就人的好话，互听到的人得到利益。